朝门不餐的残存阿伯啊，那得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倒市做着愈艰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虚伪。朝门路边未婚阿姐啊，人在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？大哥是要演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儿。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打算较合理。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朝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咱在讲一间工厂有要裁员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毋知半项。当前我对头前说，伊我无希望。假使少钱也要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，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